从这个位置里面，我大概是2点多钟到3点钟取去的。我取去，我也去搞垃圾，我也做事。大概是5点多钟，我就让给回来了，他就在跑去。门没有锁吧？门我也不晓得，我给是过来门可以，他可以推得开去。丢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爸妈的金器、金项链，然后还有一个苹果，金玉坊，还有银行卡、房产证的和复印件那些东西，整个包都被拿走了。那个包子里面还有好多贵重东西，我也记不蛮清的。记不清楚怎么办呢？人家必须记得清楚，而且要提供依据啊，就是你们购买金器的那个发票、依据啊什么哎呀，的。还有这过多年。你赶紧给银行打电话，第一时间把你的银行卡、存折冻结起来。去派出所做笔录啊。这个受害人身份比较特殊，他的职业是环卫工人，遗失的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了。有2条金项链，1个金手镯，金器上价值会比较大。同时呢，包里面还有存折、银行卡和房产证等一些其他的东西。那么嫌疑人很有可能会拿着这些东西去进行盗刷，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。所以受害人非常的着急，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受害人带回所里面进行调查。廖老师啊，来，张辉。这段时间我们辖区经常出现盗窃案，金额不高，又来了一个盗窃案，不尴尬。什么样的情况？就在湘江边上的环卫工人宿舍那里，有一个环卫工人的包被偷了。大概多少钱金额啊？初步估计啊，那2条金项链是在10多克，应该有5、6千块钱左右。那价值也不小啊。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啊，他这个选择这个地方呢是个比较空旷的地方，又是环卫工人工作室呢，按照道理来说呢，这不是作案的首选目标，可能呢它的这个随机性很大。有可能是流窜作案，甚至呢有可能是这个跨区啊、跨省的这个作案。这种人呢，通常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不赶紧把这个人抓到了，把这个赃物找回来了，可能就很难。这环卫工人也确实不容易啊，几十年的金器就这样丢了，还是比较可惜。这个交给我们了，好吧？有什么情况我及时跟你联系，好吧？好。